安平树屋德记洋行，台湾外商贸易史。安平是台湾4年上早的港口，为荷兰时代、明帝国电视时代、清帝国时代，到日本时代，拢是台湾的贸易主要的港口。1865年，天津条约伫台湾加开港，上早伫淡水、基隆、尾手伫打狗甲台湾府。1865年，安平开港，侪外商接续来遮开洋行。其中安平5洋行上出名，有英国德记、伊记、荷记、美国来记，甲德国东兴这5间。日本时代鸦片予日本人专卖，海运嘛予日本人占去。洋行就安尼离开安平，建筑物就改做其他的路用。来记洋行改做大阪轮船株式会社，东兴洋行改做安平支厅，伊记洋行改做安平水产学校，荷记洋行改做台盐的职员宿舍，德记洋行卖予台湾制盐株式会社，战后予台湾制盐总厂接收做办公的所在。尾手台盐所位，现此时东兴洋行敢若剩2栋建筑物，见证台湾外商贸易的历史。